坐落於九龍核心商業腹地嘅旺角區，日夜人流如織，消費力有保證，向來係商家爭相進駐嘅戰略據點。是次介紹嘅物業位於廣華街1號仁安大廈地下29號鋪，正位於區內赫赫有名嘅飲食不夜天黃金地段，坐擁廣華街食肆與酒吧林立嘅強大餐飲集群效應，毗鄰信和中心、家樂坊等潮流地標，唔單止能承接龐大嘅年輕消費族群，更享有越夜越精彩嘅夜經濟紅利。交通方面，物業步行約5至10分鐘即可抵達油麻地、旺角及旺角東3個港鐵站，兼具雙線交匯之便，附以多條巴士同小巴路線貫穿全港，地理優勢無可比擬。有別於旺角主幹道嘅喧囂嘈雜，廣華街洋溢住舒適悠閒嘅獨特氛圍，極適合經營特色餐廳、咖啡、酒吧或者主題食肆，吸引注重用餐體驗同生活品味嘅年輕客群及遊客。物業門面寬闊，達約24尺，視覺效果突出，極具廣告效益，有效吸引人流。物業面積約2000平方尺，空間實用且間隔靈活，唔單止可規劃充足座位同廚房區域，亦適合打造零售賣場、生活概念店或娛樂空間，彈性極高。物業位處成熟消費區，業務可以迅速起步，為經營者帶嚟穩定營業額，無論出租或自用均極具價值。此外，旺角黃金地段鋪位稀缺，此類優質物業具備長期資產增值潛力，適合實力投資者購入作長線收租或打造自有品牌。不僅係開設特色餐飲與潮流店鋪嘅首選，更係進軍旺角商圈、參與區域消費升級嘅戰略性投資之選。有興趣人士歡迎聯繫美聯工商鋪。